麥兜有一日冇乜嘢做，就走咗去睇相，跟住大師就講啦：細路，我可以畀你睇一個平行時空，你想唔想睇啊？麥兜就話想啊，如果當初我哋冇分手，我同乜乜會點啊？大師就話啦：好啦，我畀你睇下啦。跟住佢發現有個畫面出現啦，係5年之後，乜乜同麥兜就結咗婚啦。麥兜就好期待啦。哦，哇！原來我哋最後結婚啦。跟住畫面就係乜乜喺廚房煮緊嘢食，跟住麥兜就好感動咁講啦，佢仲會煮飯畀我食，太幸福啦！突然間畫面中，乜乜拎住一支好長嘅筋，叉住條腰就講啦：麥兜，你個死懶豬，我叫你洗碗你又唔洗。跟住麥兜就講啦：吓，我頭先未話聽日先洗咯。跟住乜乜就講啦：聽日，日日都話聽日，你知唔知我煮飯有幾辛苦啊？麥兜就講啦：對唔住啊。乜乜就講啦：算啦，我自己洗啦。跟住麥兜都冇嘢講啦，就呆咗喺度。但係現實嘅麥兜就講：哦，原來會係咁樣噶，呢個就係我夢寐以求嘅未來。跟住大師就喺度笑啦：阿仔，分開未必係壞事，每條路都有自己嘅問題。麥兜就喺度沉思一陣，跟住就講啦：大師，其實有冇一條路我哋可以開心喺埋一齊噶？大師話有啊。跟住麥兜就講啦：即係點啊？大師就話嗰條路叫做兩個人都願意改變。麥兜就沉默咗好耐。咁有冇第二條路啊？跟住大師就話啦：有，學識放低，重新出發咯。麥兜就嘆一嘆氣，就話：呢條好似比較容易啲喎。